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22，诗篇29篇10安尼讲：大水泛滥的时，耶和华坐咧做王，耶和华坐咧做王，直到永远。三个来祈祷，坐咧做王到永远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万物、统管万物，也予人的性命不断换新的上帝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将一切恩典赏赐阮，又予阮伫你的固守甲保护中来活。主啊，对阮未出世，你就知影阮；对阮伫老母的腹肚中，你就明白阮。主啊，阮的心思意念，你拢知。因为阮是你恩典的所在，是你所听的。主啊，生命中充满艰苦患难，生活中充满困境重担。这时，亲像大水远看慢，总是主啊！伫大水泛滥的时，你坐咧做王，你坐咧做王，直到永远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